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I，今次我哋去到順德快閃。第一個去到嘅地方係一直喺願望清單裏邊，一間喺廣州番禺嘅美術館，另一個美術館。入場費單人88，雙人128，時不時會有優惠，去之前可以留意一下。佢最大嘅賣點就係呢個戶外嘅空間，呢幾棵樹同埋船仔嘅配搭。第一眼見到真係會有令人心動嘅感覺，成個美術館都非常空曠，有 cafe、工作坊同埋展覽區，可以話係空到一個地方放一件展品啊！不過都係嗰句，以我佛系出片嘅網速，有啲限定展應該都已經結束咗㗎啦。呢一個位置都係美術館嘅最大亮點。呢個地方的確有啲偏，要入村咁嘅地方，建議大家要嚟嘅話都係 call 車啦。雖然遠，但的確係一個值得嚟嘅地方。返出番禺市區，搭地鐵去順德，搭咗1個幾鐘，終於都嚟到順德啦。今次揀咗住歡樂海岸。呢間房個亮點就係望出窗就可以見到摩天輪，3個人住嘅房型都算 OK， 平均一晚係港幣540蚊，位置都真係幾方便，樓下行幾步就有大型商場，一條街都係各式各樣嘅食肆，去對面樂園都係幾步路嘅距離。呢一個樂園係唔使門票入場嘅，只係玩遊戲先需要俾錢，所以冇嘢做入去行下都幾好。朝早時間直頭差唔多係冇人添啊！樂園佔地都幾大下。星期一朝早食完早餐行過去，除咗工作人員同埋送外賣嘅之外，成個樂園都冇人，最鍾意嘅畫面啊！見得最密應該就係呢部清潔嘅機器。成個樂園都幾多嘢玩，各類型機動遊戲、鬼屋、VR、射擊，各式各樣都有。朝早樂園嘅機動遊戲設施都喺度試喐緊，哇哦！Hello， 笨豬跳都有。樂園真係幾大下㗎，但係所有遊戲設施都要另外收費。一間喺歡樂海岸嘅私房菜，冇餐牌嘅要喺門口嗌。必食嘅魚皮，我自己係超級鍾意食爽脆嘅魚皮嘅。佢呢個魚皮真係幾好食㗎，好似係順德嘅名物。必食嘅撈生魚片，生魚片真係完全零味道。要靠調味配料去令佢有味道，係咪真係傳說中咁好食，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究竟嚟到順德可以食到幾多碗雙皮奶呢？仲有好耐冇食過嘅白糖糕，服務員講咩倫敦糕，我真係拗晒頭啊！又係一個唔好太相信咩必飲嘅字眼，唔可以話佢唔好飲，但係佢個味完全係令你有種去咗東南亞嘅感覺，嗰陣香料味真係超重，可以一試，但一次就夠。夜晚望出窗外嘅景象，經過麵包鋪買咗一支水牛奶，我講唔出佢同普通牛奶咩分別。第二朝酒店都有包埋自助餐早餐，食物就比較普通，但係都唔錯嘅。耶！我又去美術館咯，和美術館。
一間建築都好藝術嘅美術館。入場要買飛，成人85，不過好似成日都有啲優惠嘅，去之前都可以留意一下。隻嘢叫做阿和，佢係呢度嘅吉祥物。入場之前要先寄存手提行李，一入去就會見到呢個巨型轉轉藝術裝置。人哋個名係叫做核心痛傷螺旋樓梯咯，裏面舉辦唔同嘅展覽，大家去之前可以留意一下。等我呢個佛系出片嘅人，呢幾個展覽應該都完咗噶啦，大家去之前最好都係睇下有咩展覽先啦。喺一條橫巷入面，可以話係一間隱世嘅煲仔飯。先嚟一碗老火湯，哎呀，係2碗。喺出邊大街行過嚟，見到成條街都係小食，為咗留肚食更加多，只係3個人 share 咗一個煲仔飯，揀咗個臘味煲仔飯，但係份量都唔少㗎。眼見其他台嘅客人係一人一煲，都真係覺得幾勁。當然見到佢哋其實都係食唔晒。呢個飯係真心香，真心好味啊！我最欣賞佢個煲係完全唔黐底嘅，但係又保持到煲仔飯飯焦嘅香脆口感。你都咪話唔正啊！啫啫芥蘭。去食甜品啊！個人覺得個椰皇燉奶係最好味嘅，個薑撞奶係冇味嘅。超多款式嘅一間糖水鋪，呢個步行街隔籬就係呢個清輝園，要俾錢入場嘅。如果你對文化歷史有興趣嘅，都可以入去睇下。但係周末人真係超級多啊，因為天氣太熱，行咗個圈就走嚕。順德漁人碼頭，呢一間築底火鍋嘅位置可以望到燈塔，連火鍋都要加奶啊！再加牛乳片，一個魚羹，好多粉絲，生蠔、蝦。口感比較軟嘅魚片，仲有1人份嘅生魚片。呢個粥都幾特別，必食魚皮，但係個魚皮有啲酸辣。超級肥美嘅生蠔啊！一路食一路望住呢個 feel， 都咪話唔超啊！最後又嚟一碗雙皮奶。漁人碼頭勁多人打卡嘅位，靚唔靚就見仁見智啦。我就淨係見到好多人啫。呢一度真係好適合黃昏過嚟睇日落，個天色真係靚到揼一聲啊！傳說中嘅 idol 壁畫。好多人都特登過嚟影相，見之前有 Jenny 嘅，但係估計佢去到某個時候就會換晒。呢隻色真係好靚啊！伴隨住呢個咁靚嘅景色，今次快閃順德亦都完結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住撳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撳埋鐘仔，有新片就即刻知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拜。